入摆看即个直播，所以伫迄个逐个友志有到即个直播入来进前，咱就先请就是迄个广告的时间，咱请阿忠来广告一下。广告嘛无人看啊。大家好，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工商服务时间，我是阿忠。今礼拜咱有送一本即个台文版本的《倒顶大笔》出去，这是甘志伟先生伊的台南的乌鸟，翕啊真水，啊真侪观众私底下嘛有来甲我问讲是啊有遮尔赞的物件，啊真侪因为太侪人来到，我是讲即个来为着在观众这个程度，阮专家佫摕即本出来。我这礼拜不会上，我健康不会上。我即摆来，要上架。好物件不让我会上，好物件送过来变到无价值。对啊，这礼拜这本物件我要亲手摕来考虑。算是少年英雄啊！你占领行政院以后，就是我搁跟花民过人，我上加刚听，会反映迄边的人，我起啊，我是也佫毋敢支持行政院即款的行动。啊，毋过事后我对台湾的现状，对中华民国甲台湾的关系，加真侪认捌了，反映讲真正是先行者啦，但是我咱中的对象，但是我客人者，非常敬佩你。好，工商服务时间结束，感谢阿忠。即摆咱的友谊豆豆咧，即摆啊吼，就是韩国是工商服务时间，咱今韩国大家无看到，所以即摆搁来小解一摆。今仔日个主题叫做“外来政权眼中的暴民”，就是即个暴，对，就是即个暴民。对，啊，就是今仔日个来宾是台学生，嘛是参与时阵的行动者。土地局，啊，佮有顶礼拜互顶礼拜对，互讲断手骨的刘欢喜。对，啊，咱今仔日的节目会对咱迄阵就是4年前反中国的经济面吞的议题开始讲，啊，煞去讲到323的行政院的即个行动，煞来讲到中国民俗进入校园。就是即摆的现实，尤其是即摆选举了后，因为摕到主流民意的支持，对，啊，咱即摆就来对即个反中国经济变吞的议题开始，就是4年前的迄个运动，有人叫伊是太阳花，有人叫伊是反红毛，安尼即个物件就是阮来问一下，迄个时阵的行动者，伊对即个运动的认知，还是讲伊迄个时阵对运动的了解是啥？安尼咱来。一开始我去参加318运动的时阵，其实我迄当阵我咧有学校的社团，是迄款咧说13题目的迄款是。我对政治也毋是讲介了解，但是即个朋友会甲我找讲去啥物游行，所以讲我其实对2011年的时阵，就开始参加一寡反媒体垄断的事情，就是。即马较有名迄林非法影遐人，嘿对。啊后来我才开始接触到无共款的运动，比如讲土地运动的是啥。啊，迄暗318迄暗，其实我嘛有朋友甲我找我过，啊，佫有我阿兄叫我讲遐出代志啊！出代志。其实我迄暗过的时阵，我就发现讲。因为迄是我应该是第2届还是第3届拄着一个较冲突性的运动，啊，冲突性的运动啊，迄当阵我就看到讲一个已经互大家赶出去的老师，伊较早头毛 QQ 的，我无要讲是啥，啊，伊就一直话讲警察不动我们不动，啊，其实迄当阵我就开始想讲，为虾米咱做抗议啊，拢一定爱。就是讲做礼貌的，啊，袂使甲警察叮当，啊，袂使甲官员叮当，袂使甲民间后边弄安尼嘿。啊，安尼的想法其实迄暗我就开始想，啊，到323事件发生了后，迄天我就走去你行政院的2楼，啊，其实2楼是入去了后，就是迄行政院长的办公室，啊，佫有一个煤炭伫遐，就足
伫办公室内嘿，底。伊办公室边啊，就是一个马桶，所以讲咱。这代志我咱怎才知？这代志较重要。嘿，阮入边的时阵是一个马桶，啊，搁行过就是伊个办公室，啊，伫咧办公室遐其实就有足侪学生甲，无算讲是学生啊，就是学生甲足侪社会人士已经伫遐，啊，甲警察伫咧相对看安尼。啊，迄当阵我其实足白嘛，我嘛无熟悉运动的发起人，也是熟悉啥物款的组织团体，我就想讲，干啊，这就中华民国警察，我就甲伊创。啊，就是因就看我讲，啊，伊就是一个学生囡仔，啊，身体嘛汗臭嘛无好，安怎？啊，因就要甲我拍，啊，我嘛想讲，干你若要来甲我拍，我就嘛要甲你拍，嘿，但是其实跳绳啊，你事情差你前几岁？不多发生1秒钟尔，因为迄警察直接甲我弄倒，我就倒伫咧涂骹，啊，我就一直骂，嘿，啊，但是其实迄个查头伊人足好，因为伊甲我讲，你莫搁讲啦，你会互人拍死，嘿，我迄当阵我就想讲，好，我先莫讲，啊后来阮就走出来迄间办公室，啊走到一个走廊顶，啊伫咧迄走廊顶，咱就咧想讲啊，刷来要安怎？啊，迄当阵我就想讲啊，无阮看这办公室敢有法度入去。就边仔有搁有别间的办公室，啊后来我才知影讲，迄是叫做啥物公关交际科，嘿。啊后来我就伫遐望啊看，啊就无说哩就甲迄窗仔门弄看，啊就是应该是无说哩，嘿，但是较无说哩，因为迄嘛是古迹，嘿，足乱。啊后来其实我嘛情绪上嘛无讲足冲动的，也是啥，就是足侪就。跟去讲，我到最后为啥物讲台湾的抗议拢足注意讲礼貌，对，足侪人就惊着，伊就是讲我是来乱的，是我是啥物？你是内面的来乱。内面的嘿，你就是查别人叫你跳工来而乱。且是家己这边，所谓咱家己这边人来，还是家己怀疑。嘿，结果我就互别人诱开，讲你有啥物要安怎，啊其实我是无说哩，我搁，迄是无说哩的，就是无说就出代志。嘿，无说哩就出代志，啊后来入去了。你嘛是轻的。就甲警察有一寡较亲密性的互动了，就互警察抓去，啊就因就用手铐甲大家铐做伙，他们是2个人铐一个手铐。啊后来其实迄当阵是10点，暗时10点，足早就互警察抓啊，外口人就愈来愈济啊，声愈来愈大安尼，啊其实阮伫咧迄办公室内底就足无聊，阮就甲迄警察讲，敢会使开电视互阮看？啊结果阮就看迄电视，迄电视搁看新闻就咧报讲外口即马安怎，迄警察就看要应该是因的队长也是啥，因就感觉讲啊，这足危险的，因的愈看讲愈生气，啊，甲我反抗，因就甲伊禁掉着，嘛是继续看，就是无声音安尼。我应该你坐回来。啊，阮后来就到差不多12点的时阵，就因为我实在是甲咱关伤久，啊，拢无要讲后来要去警察局，也是要去倒位。就是甲你限制你的自由。嘿，啊后来因就放阮去放药，但是是2个人去放。啊，一开始有一个我后来才熟悉的，因是一对朋友，啊，男女朋友安尼，因就去放药，啊，因转来的时阵就甲警察有一寡冲突，啊，迄警察就甲迄个查某囡仔就甲伊杀去弄迄个安尼，啊，因2个人就伫咧外口安尼，就是吵起来，迄个查甫的就甲警察有一寡肢体上的冲突，嘿，啊，我甲我朋友就袂爽，我们就想讲好，咱一下去放药，啊，转来时阵甲伊舞一下，嘿，阮转来时阵，阮就经过迄嘛是迄个人道，啊，阮就为外口看，就是阮下骹规个拢是人，安尼，阮就想讲啊，无凊彩换一个口，我跟警察拍人啊，也是掠人安怎？嘿，啊，但互人知影内底情形是啥。嘿，啊，阮刚才喊一声了，就互因拍伫咧涂骹，阮就无法度反抗，因为迄当阵就是互伊扣掉安尼，啊，因就一直甲我赞，但是因毋是用迄钱棍，因是用塔，因就是用塔一直安尼甲我塔，嘿，啊，其实我迄当阵足臭俗啦，因为我就感觉讲，迄手铐就足疼的，啊，搁互因塔，我就一直哭，
后来佫有朋友甲我讲，你迄工哭到安尼，佫讲要还哭，安尼就甲哭死安尼。但是我迄工确实是，就是一直哭流目屎鼻水嘛，一直流。一直压力足大的，迄个环境。后来就甲就是佫入来迄个办公室内底就出事，继续坐伫遐，我就一直甲迄警察拷问，迄人阵就有一个警察，伊就足生气，伊就甲迄手铐愈用愈暗，安尼，我手就规个乌去，就无法度就麻去就无法度顶到，我就继续哭，反正我嘛毋知影讲要安怎，我就一直哭安尼，后来就一个警察是人较好啦，但是规天伊嘛是中华民国警察，伊就发现讲安尼会出代志，伊就甲我手铐小可甲掠较明嘞嘿着。迄当阵因为伫咧外口互因拍的时阵，其实我的目镜拢破去，目睭嘛有互因用，就是无说我毋知是超工还是无说，反正因的手就有甲伊用着，就发现就是看拢无清楚安尼，我就一直伫遐使药讲，我要去病院嘿，但是因拢无我去病院，嘿，后来应该是差不多到3、4点了后，其实外口，反正因的后壁门遐的群众已经拢互伊赶走了后，因才要甲我载去病院。但是我就是想要讲，伫病院一件足罕的代志，因为我迄当阵伫咧病院的时阵，就互医生检查，迄个医生就检查讲，你根据就是迄挫伤啊，还是啥？其实这是还好，因为迄当阵其实真正是穿足够的，天气足冷嘿。但是我的目睭就有，敢若是我毋知迄要安怎讲，就是发炎，发炎迄个医生就咧写讲，这是受到迄钝物撞击的是啥？迄个警察就讲。这应该无一定安尼吧，嘛有可能伊就是安怎，伊是敢想我困安尼。哇，困到目睭。迄当阵我就感觉讲，这真是实在是伤害啦，我就甲伊骂讲，你敢真正要vul干呢？但是我是讲怀疑啦。迄个警察后来就有较纠体伊就无讲硬要叫迄个医生安尼写。迄个医生虽然讲是敢若是空军的医。病院但是伊嘛是有写讲，这就是受到可能外力有甲伊弄着安尼。差不多迄工的代志是安尼。是若是讲到这警察，也是讲政府对人民的暴力，其实差不多基本是顶礼拜，顶礼拜的代志，其实顶礼拜嘛是。发生足罕的代志，就是阮迄当阵是一阵独派亲少年的人，少年辈的人，咱做伙较论定较欢喜，咱做伙去机场要抗议。迄当阵无伫啊，去机场抗议。迄当阵其实我是摕出笔伫遐直播，我嘛无想讲，因为我迄工就袂记哩早，我有拍我的电脑，我嘛袂记哩早。是眼镜，反正我就无想要甲因冲突，我就边看，我嘛无画口号。结果因记者会差不多开始5分钟，也是10分钟，警察就伫遮举牌3届，就足紧的，就冲入来，甲每一个人拢压落涂骹，就要带走安尼。其实我感觉这是足罕的代志。你迄阵敢是嘛？你伫边仔直播嘛？嘿，我伫遐直播。其实有2个人，我甲叶泉嘛是一个台大的学生，阮2个人拢是伫边仔直播尔，阮嘛是拢有炸电脑，所以阮拢无要甲警察冲突，但是阮2个人嘛是拢互警察拖落水，主要毋是讲因就是真正足紧张的，因拢其实我感觉这是因针对即款建构还是态度的诉求，因会特别骹手的，因会特别敏感，因骹手会较辣手。因为我参加过，嘛毋是讲参加啦，但是我就是声援路过足侪种的运动，但是其实伫咧其他的运动中间，警察对人民无一定是遐对立的，嘛无遮严，但是我毋知影为虾米对大多的学生也是大多青年，因就会做代志就是变安尼。所以含到超。这样先甲讲到迄阵就是迄个运动反抗中国经济并吞的意志，
所以我想要咱等下来讲，再来详细来讲警察，这方面警察来散步。然后我想要了解是讲，就是你迄阵就是对即场运动，你讲你是一个个人，你无加入任何组织，你嘛无熟悉遐发起所谓发起的核心的人，所以就是你安怎去思考即场运动，就是对。你感觉是反对还是变数？其实我一开始参加三班运动，我是迄款别人讲就盲从的，互人煽动的迄款。其实，但是迄个煽动毋是讲我就是讲我相信遮个先的领袖的是谁？纯洁。嘿，其实我就是做反对马英九的，我就袂爽伊，我就是爽着我袂讲，反正即摆有人咧乱，我就去。其实我这就是对的啊，这就是对的我啊。一开始的想法。咱就是欠即款人，感觉有紧来。是嘞。但是后来伫咧运动的现场就着足侪老师啊，也是各行各业的人来讲，因为这服贸会对你产生啥物款的影响。啊，我嘛开始讲去了解，我才开始了解讲，哦，其实这影对台湾有真侪影响的是啥？啊，但是开始后来就是一寡论述，也是诉求开始讲，因为这是一个程序的问题，也是啥？其实我嘛无反对讲这是程序的问题。啊，都袂使干。干啊是。但是，比如讲，若即摆程序天书遮物件拢过啊，拢对啊，安尼你甲中国安怎吗？阮嘛是歹反对听代志。但是，即款的声音其实伫咧迄个当阵的运动是受到压制甲限制。比如讲，迄当阵嘛是有一寡团体因想要写一寡讲反对中国啊，就是足顺的，就是敢若要反对中国因所的文章啊、诉求拢是互人收起啊，好像人收起，好像人收起。但是，互迄纠察队啥物冲，啥物国，啥物。国的迄个啦。哦，国，中华民国的迄个。迄当阵就是发明足奇怪的代志，因为发明讲爱有纠察队，就是讲爱有安医疗通。你是啥？你敢有熟悉咱的人，你才会使入去现场内底。我就想讲，敢我头一工甲叫人收录，我就伫咧内底。我即摆因为你这纠察队我无熟悉，我袂使入去。但是你内底带头的人，我嘛有熟悉啊，你哪无要互我入去？我迄当阵感觉这足罕的，佫有一个就是，佫有医疗通道即件代志发生，就是迄医疗通道毋是讲，就是我感觉讲嘛是会使有，但是你若是迄当阵有去参加迄个运动，你会知影讲你若是无说你行到医疗通道，你会互人骂哦。别人讲，迄是医疗通道，干恁即摆边仔所有人拢咧食饭啊，拢伫遐开讲啊嘛，无人受伤。医疗通道其实是无必要的物件。是互 leader 行的。嘿，因为你若是有以前参加过啥无论是啥物款的运动，你就知影讲。若是有救护车出的时阵，毋管是抗议的人，也是警察，伊会相甲边啦，因为大家拢会惊，别甲人害着。这个控制是甲人当作白痴的控制。对啊。嘿啊，但是我就毋知讲为什么伊要安尼。因为我一直会记你讲，之前看过一本册顶面就咧写，迄阵伊是咧讲法国的迄个1968，对，1968的革命，就是咧讲着迄个群众运动上的另外一个就是伊无法度控制。对，你要想我要控制阮。但是结果就是变成的。嘿，但是虽然你甲人当作白痴来做运动，你就得到一个白痴的运动。无。虽然讲我也是，但我同意讲，为虾米因会足注意讲爱有礼貌、爱有秩序即款代志？其实我会使理解，因为即个倒数顶面就是足侪人互中华民国影响教讲诚好，所以咱无可能讲咱抗议的时阵就完全无要去注意讲一般的民众要安怎甲咱看，但是咱敢有法度伫咧运动中间，就是一步一步，差不多每一道的运动拢搁较加一丝丝啊，搁较暴力嘛，我毋知。因为讲实在，就是今仔日咱要反抗，就是咱要拍破即摆的物件。结果你第二去为着伊去调整你家，我意思是讲，我理解着遐人去烦恼社会观感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拄仔来讲，就是咱反抗，但咱徛出来反抗，绝对毋是为着社会观感。所以就是咱第二是爱
看到咱真正数据。啊，今仔日有较凶的，有较无较凶的，啊，搁无较凶的人就是较注重礼貌，讲较烦恼小观感人。但佫毋是去叫遐较冲的人讲你毋通冲，但佫是爱去解水，是安因怎？解说，替因甲遐个有礼貌的人解说，低礼貌的人解说，就是我感觉敢毋是安尼，对吧？所以第一是咱即摆今仔日，所以咱即摆就是来问迄落，咱韩国拢无讲着，韩国咱讲着就是你讲318啦、323，啊咱讲着就是顶礼拜机场爆着个事件，对，咱迄阵咱刚讲着机场发烧的，啊，搁咱既然后来有一个人死，毋是伫机场现场，机场现场互爆掉的，所以咱就来问刘欢喜，其实迄天我先补一下头前，因为欢喜是后来才出代志，所以迄天其实我嘛是伫机场现场，啊后来甲阮掠去嘛，而且警察就是骹伤就无生气的，我袂共摸，啊我就叫，几礼拜叫伊帮伊摸，伊嘛是要继续摸，所以就骂伊甲你尔嘛，就甲骂伊甲你尔了后，伊就是拢会足痛的，伊就足痛的，就感觉讲，好，你骂警察甲你尔，我要甲你掠起来，所以就迄阵就甲阮7个人全部拢就是嘛是拢绑起咧车顶，啊甲阮带走。啊，迄阵带走了，带到迄个所在，就甲阮关起来，一直甲伊问讲，就到底恁怎啊凭啥物甲阮关？煞来要安怎？啊，即摆咱是会当走人走，但伊嘛无讲袂当，就啥物拢无要甲我应。我讲，恁讲等人决定，我讲到底等啥？安尼即摆无互阮一个解释，就是限制阮的自由嘛。所以意思我就开直报，啊我就讲，中华民国警察拢安尼做代志的，我讲中华民国警察拢是本色。中华民国警察拢是本色。对，结果就是我就安尼讲嘛，因为我是咧直播，所以我一方面咧甲伊讲，而且电视自后尾无应声，就是因拢无要回答我的问题。所以一方面当然嘛是咧讲互我的无听，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电视边仔问题无应声，我当做伊听着我的话，比如伊就常常有一个人，这时阵就无应声，头前问伊问题拢袂应声，这时阵就讲，你去讲一摆。我自细汉到大汉无听过想要求啦。对，叫我讲一摆，我当然爱搁讲啊。对，我就当然就讲。中华民国警察拢是本色，但伊讲要挑拣，伊挑的上草当然是讲一摆。是你问我啊？对，我就讲中华民国警察拢是本色，啊结果伊就叫我去讲一摆。我就对，我搁讲一摆啊！安尼搁无礼貌，安尼上礼貌呢？上礼貌，所以伊就有礼貌，就是甲伊就是完成伊的要求。搁讲一摆，中华民国警察拢是本色。对，结果我就掠起来啊。对，啊掠起来时阵，同款就是甲体育讲的，反正同款的啊有垃圾布啦，就是同款就是用手铐啊，安尼扣啊就安的，所以就是嘛同款有咧着伤。煞来就是我互掠去警察局了，第煞来伊佫甲阮抓去警察局，啊迄个阵啊手机也要无电，啊我无法度联络律师嘛。但是嘛知影讲，就是伫正常的国家、进步的国家，就是联络律师应该是第一个，也是讲互你个人基本权利嘛。啊，佫就是这方面我警察主动到尾无主动甲我问即个问题。啊，因为我上尾手机无电进前，就是我有伫办公顶管讲我手机无电，所以欢喜咧，伊只是来送一个天皇电话来互我，结果伊就出代志啊！你敢要家己讲一下你出代志的过程？我就看到伊讲我手机你要无电啊，我就伫楼骹话讲，阮即过，我就互伊拨掉啊，我就想讲开大夫入去迄派出所安尼啊。啊，结果阮入去问伊讲啥物代志来掠起来，伊嘛讲无啥物清楚，伊讲一个发条出来啊，讲伊是做啥物危害着啥物人，伊嘛讲袂出来，就是讲哦，伊就是机场就是就吵，就讲就吵。所以讲去找迄个名星啊，就是迄款去叫足大声，迄款 fans 拢爱抓起来，拢爱甲就。对，想到遐个人拢无咧警察局。韩粉全部。对。因一直咧讲啥物伫机场内底袂使有啥物集会游行，阮都想到集会游行，迄阵阮今仔坐伫遐哦，阮啥物，但是阮有准备牌啊，阮拢后面起来，阮互包起来咧，这是预备犯罪啥？这是中华民国咧做代志方式，这是因的法律啊。你互包起来了后，我当然问伊啥我包，伊拢回答袂出来。啊，问大时间他袂叫大声问伊，就开始讲你袂当大细声哦。即人就是拍先去看救人的即种。啊，嘛足奇怪，伊讲就是机场内底袂当集会游行，结果是安怎？迄个中国人，迄个中国上海的副市长，是咱伫遐办记者会，就是敢讲这毋是集会，这毋是游行，也是讲中华民国就是为着中国人，就是啥物拢有当转换，啊为着要杀台湾人的时阵，为着要打压台湾人的时阵，就是台湾人做啥物拢袂使。结果就是欢喜，就只是去送一个天龙电话，而且就迄个时阵，
因的解说是讲，什物伊调过伊要偷偷送互我，哪有可能偷偷？我都互关伊。警察遐侪人，免我偷偷，我就是警察。根本是因家己讲会使入去对的。啊，警察叫我敢毋是公开场所，就是伊行入去了后，就是伊要求啥？伊要求，大家我听到中华民国警察做了一个代志。若知影讲，咱无信任中华民国警察是，就是因家己做得来啊，做得来啊。所以中华民国警察无互信任，就是伊做得来。结果就是所以欢喜的要求是啥？伊讲伊要求警察伫伊面头前，甲行动电话摕互我，伊安尼要求。结果就是中华民国警察无要答应伊的要求，搁直接伫伊面头前摔伊行动电话。啊，欢喜只是要求讲就是咧，结果是用一个警察了解。啊，另外是个警察，就是我即摆就是一面就是我即摆有时咧无你是安怎？对，咱就是毋是家己摔的迄个警察就是咧，另外一个警察想要来摄影啊，就是家己摔行动电话，迄个警察就是后来就是欢喜就叫人家己吵讲是叫伊家行动电话摕互我，伊无爱，结果欢喜嘛是。无啊，伊就是中国有足侪就是莫名其妙代志，就是有一个插头一直甲我安尼甲我比啊，安尼甲我比啊，我想讲，因一直我来我这边嘛，我其实知影伊要做啥物代志，我去伊内面叫开，我讲我就比转去讲你莫安尼，你莫甲我卡，你莫甲我卡，啊结果迄个就是迄个查某插头就甲我讲你莫有经常安尼试哦，我就话拢打去。你是伪名呢，袂当对啊，袂敢若你有镜头啊？敢若你的镜头是镜头啊？别个镜头啊袂使镜。我就甲伊报讲，啊你会当试，我袂当试你。我讲即句话就是，迄镜头就安尼。在创笑，只毋知创笑，迄影片我有录着，即种小可。对啊，我遐伊就是一直甲我杀啊，杀到我袂堪试啊，就是几百人安爆料边啊，一直甲我杀啊，我讲莫甲我哭，我真正挡袂牢，我其实无意识哦，你讲是一个概念尔。因为讲在中华民国警察就是拢是跳工甲你创。伊拢是先甲你创了后，叫你难的，就是大家拢知影就是警专啊，是警大的教科书哦，伊就写讲，伊一边咧叫民众走的时阵，一边爱讲不要打警察，不要打警察。哪甲你拍，哪叫你甲你讲，你莫甲警察拍哦。这就是因教科书顶原带的物件，这就是因中华民国警察的奥步。对。而且因的人脉旧广，所以影响足大的。伊讲即摆你爱足冷静，袂使拍警察，其实拢是迄阵拢是警察用咧甲你拍。是，而且含到摕讲着一个部分，讲就是尤其警察，中华民国警察对第六派尤其垃圾。我就想着就是即几工拄好看着有迄个罗基怀大楼，红花绿拍是啥？迄是罗县的抗争，红花绿拍是假有。对。拍甲，干真正是有够本事，就是伊是拖去后壁，一个人拖去后壁，就是围起来，无互看到，就是后壁拍假有，就是安尼。伊阵手是用要准备，伊阵手是要准备。对啊，所以故意家务讲伊手菜了要互准备，啊，其实真正无手准备。对。啊，这就是今仔日我摕到这个簿就是伊的旧歌啦，大家会当看。顶块拢是台文，请大家咱加写台文，加讲。人用自己手来拢写台文。对，即摆就搁是迄个工商时间啦。好，啊，煞就是工商时间了后，就是咱要来讲，就是即摆咱要来讲中国因素进入后，就是安怎要伫即个顺序来讲。即几工即几礼拜新闻，大家依然拢看到港语化，搁有迄个关东病的事件。啊，其实即两个代志嘛，拢毋是啥物诚新的新闻，即两个人嘛毋是大概即两工才熟悉。啊，我就是尤其是怎要来讲，是因为就是其实关东你大家知影嘛，伊互卡356工，对，啊，即摆正式就是上任。啊，搁即个物件就是大家拢理解着港语化，若是讲伊摕到中华民国，安尼关东病伊坐有迄个，但是伊有争议的所在，有人讲是电视嘛，讲伫选校长的过程当中无符合着电视，比如讲什物爱迄个公开讲伊有伫各台内底做独党啊等等的，啊，佮毋若是无应该，我嘛共款无应该，是认为讲无应该，敢若是电视的问题，共款讲伊即个人就是伫这中国内底，中国的学校内底拢有教册，而且是免钱教册哦。对，结果就是遮个填关东病的人，伊讲的是啥？讲着就是讲，
教育迄阵去个时阵的教育部无应该去卡即个代志，因为讲安尼是妨害着大学的自治。啊，你大家想看咱大学的自治咧，即种应该是进步价值的物件，既然互伊摕来收税，就是大学自治是为着啥？是为着学术的独立，学术的独立，安尼即摆就是甲中国迄边的人相谈，咱敢有可能有学术的独立？对，啊，就是所以咱要来讲，就是咱中国因素进入校园即个所在，啊，佮有工业化，大家知影讲，就是迄个时阵的行政院院长，啊，就是伊遮尔侪生伊一届发现拢无去过哦。伊迄阵真正是险啊，甲遐学生就是读啊重伤，啊，但是佫较凶的，较袂死人嘛毋知。对，安尼诶，就是一届发现拢无去啦，会当即摆江苏市就是草头大学，就是做教授。所以咱要来讲即个代志，啊，佫有顶礼拜，顶礼拜工艺化去，顶礼拜工艺化去迄落。台大去演讲，对台大的政治系，全台湾上好的政治系，就是请安尼的人去，啊，就是工业化共，对，佮加在咧共款，有一阵无放袂记哩4人前记忆的人，就是去反抗，啊，体育嘛是来，啊，看地体育敢，就是有要讲一下就是讲。我先讲一个就是。即摆外口有一寡风声就讲，为虾米要请工艺化转去演讲？其实要请伊转去演讲，其实是因为因遐党国体制若是个学者，其实因知影讲观众面应该是有可能会过，伊要做校长，所以讲伊若是要做校长，伊就要请工艺化转来教册。所以讲这是一个工艺化转去大家校园的一个试水温，是，但是因为伊4年前因为伊做过的代志，所以讲足侪学生啊，也是可能已经是已经毕业的人嘛，是转来甲伊抗议。啊，我想要讲的就是讲，其实我个人对伊是袂讲袂爽伊，特别袂爽伊是啥，虽然讲伊生伊是生较靠背，我嘛袂讲看到伊的面就是想要甲伊拍，是安怎？但是我伫迄工的行动，我有发现一件真憾的代志，就是我毋知影讲大家敢有看迄影片也是 video， 其实遐的学生去甲伊抗议的人，其实毋是介济，差不多一半尔。佫有一半的学生，虽然讲咱新闻啊、新媒体顶悬看起来讲，哦，几百个学生要甲伊抗议啊是啥，其实无，其实遐有一半的学生是甲伊支持的，是咧甲伊保护的。就是政治系。嘿，就是因遐政治系的学生啊，其实因遐学生内底嘛，足侪拢是国民党青年的委员啊，是啥？反正就是。政治进入校园。嘿，这是政治校园。啊，因遐的学生其实，我毋知影讲为虾米因有参加国民党，但是因较无社会运动的经验，因伫咧运动的场场，其实因的骹手是真垃圾。嘿，因为像我迄工，其实我嘛是徛伫遐，啊，凊彩黑白画，啊，黑白弄，就是别人若是有弄，我就对咧弄。其实我嘛无特别讲，就是有演唱会甲看。嘿，我嘛无想讲特别讲要对讲话安怎，还是讲要对因遐的学生安怎。但是因遐学生就足激动的，就因就足烦恼讲啊，我的老师敢会互遮的暴女拍着，还是安怎？像像人家老师。啊，但是其实因的老师就是规面拢笑笑啊，因就也开讲讲，至少要让我演讲完吧，都不能都没讲到安尼。啊，其实伊家己嘛知影讲，伊足安全。对啊。这因为。伊安尼笑安尼。嘿，因为这是。但是这就是。这就是看咱无啦，伊就是看咱无啦，就是咱欢喜你无去啦。对啊。这就是讲着讲咱运动的时阵，咱是会较注意的。但虽然讲，伊看咱无啊，伊知影咱毋敢甲卡，谁拢爱去行出去。虽然讲我头拄仔在讲咱抗议的时阵袂使安尼，但是我家己嘛是安尼，因为我会烦恼讲，因为即个社会实在是伤过保守啊。是，你若是真正对伊安怎，其实。我感觉这规个舆论嘞，完全拢无法理解。所以若是，迄当阵。忘记我来拍。我袂使讲嘞，咱就现场才搁讲哦。我甲你讲啦，我即摆敢若剩一支手呢。对啊，拢可以。我实在是要我搁有一支手。
遮个中国就是中国认同的遮学生，毋管伊是参加国民党，还是参加啥物款的团体，其实因就是国民党伫咧培养一个属于因统派的一寡少年人，啊，其实因即个体制是目较足暗的，因为因即个体制可能就你会使安尼想，就对即摆真就是一寡某一寡学生呢，当然嘛毋是全体，啊，到工业化，到观众面，其实因是一个淡薄的学法的体制，但是当伊即个体制拄着即摆的本土政权的时阵，伊互伊阻挡起来，伊无法度发挥伊的力量的时阵，伊搁转过来讲，恁遮是淡薄的体制，恁是政治要插进入校园安尼。其实我感觉这是，就是这是一个转型正义无实现的区域，才会发生这个。才有法度，互恁即寡人搁伫遐讲垃圾话。嘿，就是阮应该爱对一个较大的尺度去看，讲，其实咱爱反对的，毋单是即个工业化嘛，搁较反对伊背后规个国民党，也是讲伊背后规个 PRC 政权，就是要互伊啥款的资源，啊，要互伊啥款的地位。啊，台湾大学虽然讲你袂使讲这就是一个上好的校园，也是学校，但是咱无法度讲，伊是非常有指标性，伊有一个指标性，搁有一个代表性。足侪就比如讲你去看足侪新闻媒体，因拢会甲台大的学生讲，就是台大就是要安怎，啊，遮的学生就是即摆拢无在读册啊，安尼就是足无好的嘿。但是我认为讲，台大学生其实因有责任讲，应该徛出来去关心即个社会。当然，因关心的方式袂使是加入国民党啊，但是有足侪款的方式会使，因为校园其实是一个，我感觉讲，不管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因拢足想要去入遮伫咧校园内底，因才有会使培养足侪后代啊，替因做。是因为即种上无感觉，这敢有得到来困无感，因为这是非常豆，你自细汉就亲这水内底有感觉。你对幼儿园开始，你就爱唱中华民国国家，看迄个旗仔，你哪有可能对？你就爱开始画，你哪有可能无感觉？想要讲一件，就是即摆足侪人拢较无迄历史感的问题，就是阮足侪人咧抗议讲，工业化伊较早是讲啥物款的话，啊，自由主义，也是民主的理念，啊，因即摆所做的是安怎款。但是咱爱会记咧讲，伊是伫咧啥物款的脉络之下，伊讲遐个话，其实伊是伫咧2006年的时阵，迄是咧甲陈水扁吐槽的时阵，伊写遐个话。安尼你就会使倒去想，其实这是一个中国的国族对抗台湾的国族之下发生的代志。咱袂使直接讲，伊较早就是一个自由、一个民主的国家。其实伊自头到尾伊就毋是。伊就是为着中国服务的人。即款足无历史的想象的情形嘛，发现伫咧讲咱足侪学生会讲。迄较早迄台大一个校长叫做傅斯年，伊就是中国人。我今天有个要求，伊就是中国人。但是伊虽然讲，你会使讲伊甲学生保护，是伊保护了大部分的学生，但是嘛是足侪学生伊伫咧迄当阵伊有一寡左翼的思想，伊去参加可能讲中国共产党，毋管虽然讲咱即摆会讲。卖甲中国统一，但是伫咧迄个当阵的历史之下，你若是想要反抗国民党，你参加这是一个你会使去了解的代志。但是迄个当阵，迄个校长其实伊是私底下甲，我袂记得啦。傅斯毋是傅斯年，就是甲迄个，伊反正伊就是甲名单交出去，伊甲伊个名单交出去，啊就互因遐警察就是会使直接甲人掠走，啊就免入去校园。啊！但是阮足侪人在伫遐讲啊，我着雄雄顺着讲318运动的当时，阁有人会去迄附中，也是复原，伫遐靠讲咱即摆民主死去啊！我就感觉讲，
无读的书的啦。虽然讲遮个少年辈可能拢嘛是共款是台湾人，因可能嘛有本土的意识，但是因根本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因根本毋知发生啥物这代志。 70年来其实发生就是代志，咱应该回去想讲70年来咱所有的运动，也是台湾人拄着啥物款代志，咱较早伫咧反抗的时阵，咱咱有出过啥物遇着，咱即摆要安怎解决？安尼其实我认为讲咱若是回去想，较有艺术感的，是会使家代志做较好。是，因为大家较完整，因为对来讲因为3日咱还是对即摆日子，因为像是今仔日27号嘛，今仔日所以就拜一的时阵，拜一拜三记者会，拜一对拜一的记者会的时阵，就是其实讲实在就是欢迎叫是会足多人去的，啊，佫就是实际上咱看到的，讲实在就是，迄个讲敢是足多人伫遐，敢是足多人伫即件代志，讲实在的看来看去嘛是1个箍仔的人在传尔，就是即件代志，敢若4人情尔，若是敢若4人情的代志，拢无法度互台湾人会毋着。那安尼就是咱讲啥物全民行政，讲啥物对抗平化运动，对我来讲是非常罕有性的代志。因咱连4人情的无正义，拢有当安尼放互过。连遮尔气质搁较深，而且伫即个时代有遮侪影像、遮侪文字记录落来，遮侪人搁活咧代志，咱拢会当放伊煞。安尼咱讲70外冬来，会遮无正义，就是有啥物好说？应该就是安尼。所以今仔日咱安尼咱时间嘛差不多，领导无要讲啥？我毋知影，我强强保掉啊。好啊，安尼就是好啊，安尼今仔日今仔就是咱今仔讲较侪就是拢有接着迄个主题，就是我来中正毋是中华我来正管眼中的部面，就是安尼讲。中华民国警察拢是笨手。今仔日的重点。对啦，笨手啊。用这个做认定。你要控制若无甲中华民国警察拢都无。我阿鸟有留言啊，阿鸟讲迄个医疗通道甲警察队拢是权力者咧建立家己的工具。是啊，对啊，就是啊，讲实在就是啊。就是啊。向会使给，向袂使给，向在面。对吧？而且我真正感觉因拢。上尾啊，敢若挖过来，然后迄条哩，接边。我平常控制。